好似你新加坡你都唔知幾好彩，你嘅咩支速啊，支速，你嘅支速啊，number one 啊，新加坡 reserve。冇啊，你做乜嚟number two？你比較第一、第二嘅，要世界第幾？第三。全世界幾多國家？你新加坡第三，你唔知幾好彩啊！淨係嗰時你睇下，全世界啊幾多國家？你知冇幾多國家？全世界我知道。以前只有140幾咗啦，而家已經幾多？146。啊？有幾多個國家？全世界？好難幾啊！國家幾多國家？你講90幾個？唔止啦，100幾個。你講100幾個咧130幾個獨立，好多新嘅獨立國家分出嚟。新獨立國家130幾個，130幾個你排第三，好犀利㗎啦！你新加坡犀利冇你講，我緊張好犀利嘅啫喎，真係冇可比啊！仲要嚟講，有時我哋都要睇一個人，佢做得到嘢，係話佢做得到嘢，得到我哋人民支持，我哋人民都應該去支持佢，係做得到嘢。係話做唔得到嘢嘅就講唔支持你啦，冇嘢㗎。不過重要嘅一個人做得。